Hello，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行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嚟到上翠苑睇一個 C 座中高層嘅057兩房單位。單位嘅整體設計咧就係一個比較長身少少嘅客飯廳啦。咁近翻門口嘅位置咧都有位可以做一片嘅 C 字形上下層嘅一個儲物櫃連鞋櫃啦。咁客飯廳方面咧都幾分明嘅，咁業主就將近翻門口嘅位置做咗個客廳啦，挨翻長少少做咗個飯廳，仲有位可以擺按摩椅添。不過其實如果住嘅家庭成員比較多嘅話，呢個位置都仲可以間多間房。景觀方面咧相當開揚啊，單邊望出去，因為前面係樓景嚟嘅，不過就比較高層啲，比較開揚啦。睡房方面呢，其實就嗰個床位衣櫃位咧都區分得好好嘅，門後邊咧就可以擺個大嘅3門到頂衣櫃，另一邊就可以擺雙人床。另一間房呢 size 差唔多，個做法都差唔多嘅，門後邊已經預留咗個位可以做個到頂衣櫃，而另一邊呢亦都可以做張雙人床咁啦。兩間房嘅景觀呢，就同頭先廳嗰個窗差唔多嘅，都向翻同一個嘅方向啦。再近翻大門口少少，望翻個廚房同埋浴室先。浴室見到基本上冇咩大改動過嘅，大部分都原裝設計啦。廚房做嗰啲櫥櫃啦。基本上廚廁個空間呢都好好用，同埋都有窗光猛嘅。